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壽山石裏面嘅高山桃花，題材係劉海。但呢件石賣點就係呢啲桃花咯，一點點散開晒，一點點散開晒，呢度都係嗰啲桃花咯。由於佢屬於高山石咧，但係個地都灰晒，所以影響咗啲桃花嘅現出嚟咯。呢度有一個實嘅位置咯，所以呢件石就差到呢個位咯。實嘅位置，佢賣點就係賣桃花，同埋我挑咗個劉海咯，揸住啲金錢。呢度有一個突然間一個位置實咗，跟住又有一個透嘅地方，咁實咗嗰度地方咧，我挑到塊葉，咁呢度有隻三腳蟾咯，呢啲都係巧式嘅做法咯。呢度有隻蝙蝠咯。